选举进程的最后一个假日，台南市中西北区市议员候选人陈怡婷选择无讲政治，扩大举办亲子活动，现场超过千外组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参与。我想选前最后一个黄金礼拜日哦，我们选择不谈政治，我们把这个舞台给孩子哈，因为我想孩子的笑容对我们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。现场的闯关游戏，加上边仔的爆米花、棉花糖、爸母饼、鸡卵糕等小点心，让小朋友是耍家非常欢喜。今天除了是这个怡珍姐姐的泡泡派对以外呢，我们还有菲菲姐姐的亲子派对强势回归哦。所以之前有很多大家很喜欢玩的足球闯关游戏，刚好今天的世足热，所以我们也把它一起带回来咯。所以今天还有很多我们的足球闯关游戏哦，所以都可以让大朋友小朋友除了玩我们的泡泡以外，还有这个足球闯关哦，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世足赛的气氛，看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哦，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。陈怡婷甲2位陈廷辉拍到大型的红仔，甲每一位小朋友做互动，嘛有足侪人来要求讲要合影，展现了因伫咧基层的好人气。那其实怡珍长期在议会都在教育委员会关心孩子的教育，也争取了教育经费超过了3.8亿，就是希望让孩子有一个更快乐成长的环境跟空间。那怡珍会继续努力，争取更多的公园、特色公园，更多让孩子玩得开心的空间。那包括怡珍也争取到我们的大和社区活动中心，未来3楼就是亲子悠游馆，明年可以完工，也期待很快可以给大家更多可以让孩子去玩的好地方。最后，陈怡婷希望家己会当继续成为因仔爸母的靠山，期待大家会当甲支持变做选票，予伊继续为大家服务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